早起看世界，咱来看即马咖啡市场的咖啡是800款。那中国的咖啡市场即马有一款新口味的咖啡，这是因甲咖啡内底去酿贵州的茅台酒，推出新的口味。这款咖啡伫社群网站顶头是引起讨论，业者嘛讲开始卖头一天，因就卖出542万杯咖啡，销售额超过1亿的人民币。瑞幸咖啡找5伫微博发文，讲酱香拿铁一天卖542万杯，伫热搜榜排第2。现在嘛甲茅台巧克力豆要上线，杀上热搜榜。瑞幸发红包予员工的话题，嘛一度爬上热搜榜第5，可见瑞幸这款新产品的话题性有偌悬。1个小时0.10分钟，蛮久了，觉得值得吗？说实话，就是饮料来说，我觉得不是很值得。咖啡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真短，超过60%的消费人口是少年人，年纪是27至29。产品新果趣味和业绩真有关系。酱香拿铁用53度贵州茅台酒做的高粱，酒精较低0.5%，定价人民币38块，规定限量销售。头一天半价优待办法，北京、上海分店。东港8成的订单拢是酱香拿铁，普通时落订10分钟就会当摕到拿铁。酱香拿铁要等1点钟，几若间咖啡店下晡就拢卖了了。不是说味道很好，然后它没有那种白酒那种刺鼻的味道，所以我想试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喝。业者讲，这款有酒精的饮料，我建议未成年人、有瘾的人、驾驶和酒精过敏的人来啉。交通警察嘛上线宣导。呼吁汽车驾驶要驶车进前，绝对唔通啉任何有酒精的饮料。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。